请上河团客带咱做伙来学乐，现在，现在，现在。囡仔来我遮，毋通甲因阻挡，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来啊，咱到咱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阿拉。圣诗第270首，着恬静，着恭敬。请会上起立，做伙来吟圣诗270首。
啊，大家有缘徛咧做伙来信仰告别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用大界是专有法甲上帝的总拳头，每日新的概念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接下来，咱做伙来启用。启用的部分记载伫诗篇57，尤其是咱启用的16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你伫你是故的地内，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我发出来甲信息，我倒伫凶恶的人中间。因的喙亲像枪，亲像箭。上帝啊，愿你伟大搬过天。伫因我的骹前设罗网，伫我的面前开陷阱。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啊，着醒起来。我要甲天叫醒，主啊，我要伫万字中感谢你，因为你的主爱那天遐尼悬。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咱三甲来祈祷。伫天的爸，阮感谢你，你是创造是赐我命的上帝，互阮有对你来智慧来管理即片土地。看山的山尾是遮尔的水，看海的海洋是遮尔的宽，这拢是你伟大的所创造的。你的奥妙是无法度测度的，因为阮是渺小的。人家己有斗争。有相争，有迫害，所以阮有哪爱为遮个战争的人祈祷，求互因有搁较平静的心，会当做出搁较好的选择。为着遮个难民失去伊的家人，甲伊所住的所在祈祷，互因早一日会当搁重新建立因的家园。嘛为着咱。为着家己的聪明来破坏遮个环境来祈祷，咱的温度、天气的温度一天比一天搁较悬，造成咱的天气的变化愈来愈极端。你所创造的大自然已经甲以往无共啊，咱人掠着家己的聪明，安尼是毋对的。求上帝搁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反省，用你的智慧教育阮。好好啊，管理即片土地，用诚实的心准备等候你过来的时。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
乐祥和团结，教野的恩典。咱三甲来读今仔的圣经，今仔经在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第13节。天国通比如做10个在色女夜顶出去迎见新郎，其中有5个戆的，有5个巧的。遐个戆的夜顶无另外带油，毋过巧的、聪明的夜顶有另外带几若罐油。新郎口满到，因煞拢拄久困去。半暝有人大声叫讲：“新郎来啊，出来迎见！”迄时，遐个在色女拢醒起来，收剪因的灯，讲个甲巧的讲：“阮的灯得要花去啊，恁会油分一寡互阮。”巧的就应讲：“惊了油无够分恁用，上好恁家己去甲卖油的买。因去买的时，新郎到位，遐个准备好势，甲伊入去婚宴门就关起来。后来，遐个戆的在色女嘛来，讲：“先生，请甲阮开门。”新郎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我毋捌恁，所以着警醒，因为迄个日、迄个时，恁毋知。”今仔老兵牧师要甲咱讲的讲道题目是时间守护者。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通自执踮伫你的圣殿中间，将即个时间分别做圣。互阮领受你的话语，也互阮对中间得到帮助。愿你的圣神进入阮逐人的心，
帮长官搁较真捌你，也帮长官点伫每一日愿看见你的稳定。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也这代平安。咱毋知影安怎看待时间这项事。伫古早细汉的时阵，甲大汉的时阵看时间，毋知咱有啥物款的感受甲差别无？细汉的时阵，咱要来做礼拜爱偌久的时间？我讲的是对恁厝的来到伫教会中间爱偌久？有人讲可能住伫隔壁，有的人会讲阮兜住伫远远的所在，对早起就会安怎？慢慢行路，慢慢行路，毋知影透早几点就爱出门来到伫遮做礼拜，然后搁结束了后，搁转到家己的家。到伫时间一直咧变化，时代一直咧变化的时阵，现在来到伫教会，搁需要偌久？可能真紧就会到，因为开车就会到。可能共款遐远，但是开车变做了真紧。搁较煞来，有人有可能要来到伫遮做礼拜，伊会对别个款市来着。因为即马交通愈来愈方便，坐高铁、坐火车，会当对搁坐无共款的所在来到伫咱遮。咱会发现一项代志，人用尽一切办法，想要缩短时间，一个所在到一个所在，想要缩短遮个时间。但是伫缩短的过程中间，毋知影咱到底是过了较好，也是过了较歹咧。有人会讲，安尼过看起来应该袂歹，因为我时间足济啊，我会当做愈来愈济代志。有的人嘛会讲，但是因为我做愈来愈济代志，所以我逐工过了愈来愈忝。时间是一个真中性的物件，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但是咱阁有另外一款经验，就是一直咧等待的经验。当咱一直咧等待的时阵，毋知咱阁有啥物款的感受。我毋知影，咱若是要去坐高铁，你会拄啊好到随入去，还是你会提早到？我毋知咱的习惯是安怎。有的人会提早到，有的人就是一定爱挡甲上落尾，时间都要逼啊！才冲入去。每一个人看待时间的看法拢无共款。即礼拜因为我坐2摆高铁，我都有无共款的经验。头一摆我出门的时阵，发现我算1点钟应该会到吧，所以我要坐8点半的高铁，我7点半出门。结果发现啥物代志？规条东门路拢咧塞车。规条东门路拢咧塞车，塞到我8点20几分，总算到伫高铁会当停车，赶紧撞入去。搁另外一工想的，安尼我会较早出门啊，所以我提早半点钟出门，提早半点钟出门，就搁发现搁无共款啊，安怎？搁伤早，因为一条路拢无塞车，搁伤早过到伫遐，伤早到伫遐，我都开始安尼我要安怎办？我即马搁有半点钟以上，我到底是要踮伫遮等，还是要坐到我的目的地踮伫遐，搁有人要踮伫遐等？每一个无共款等待的经验，嘛咧考验一项事，就是人有当时拢认为我是时间的主人，人拢认为我是时间的主人，我会当按算一切，袂记你讲时间是上帝咧掌权。所以当咱读今仔日这段圣经节的时阵，到伫马太福音25章，一人咧问耶稣到底天国是啥物的时阵，伊用这个譬喻咧对一人讲，到底天国是啥物，以及人到底怎样咧回应。10个在世女踮伫遐，因咧等，因一直咧等啥物？因一直咧等新郎什么时阵才会到。所以踮伫遐咧等，圣经嘛对咱讲，这10个人有无共款的反应。伫咧等待的时阵，每一个人的反应无共款。有的人可能是悠然自得，有的人嘛真不安。每一个人对避办的看法是无共款，但是因拢接到这个消息，就是今仔日暗暝新郎要来啊！今仔日暗暝新郎要来，所以逐个人爱踮伫遮好好啊避办。伫
伫即个备办的过程，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备办，有人赶紧备办这，有人赶紧备办迄，嘛一直咧讨论。今仔暗时吼，当新郎来的时阵会安怎？会安怎？今仔日一定会足热烈。伫新郎还未到的时阵，逐个人拢踮伫遮咧讨论。对一开始咧等待的时阵，逐个人真欢喜。但是时间滴答滴答咧过，一分一秒咧过的时阵，上大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要搁等到什么时啊？到底我要搁等到什么时阵？因为主人无任何的指示，干那或者10月14日踮伫遐，恁就慢慢等吧。伫即个等待的过程中间，上界重要的就是，你有够油，通互你的灯火继续踮伫遐咧烧，继续点倒落去也无。10月14日分做两边，圣经对咱讲有戆的甲巧的，对无？戆的是安怎？戆的就是我干那摕灯火来，无备办搁较济。圣经对咱讲巧的，就是除了迄个灯火以外，伊搁继续去炸几若罐油。戆的甲巧的分做两边，5个5个。我毋知影，若是咱会倒一边？咱敢有想过即个问题？如果是咱到底是戆的，还是巧的迄边？真歹回答对无？因为认真想想诶，咱嘛无一定真正会加炸几啊罐油啊。因为加炸几啊罐油安怎？较麻烦，敢毋是？你爱搁走去买，买啊，搁爱赶，加炸几啊罐油，所以进来入来诶时阵，逐个人会开始咧讲恁遮会戆诶人啊，为虾米要搁炸遮尔济罐油？巧诶，会去想讲不要紧哦，反正新郎一定会准时到，所以干那备办这就够啊。我毋知咱安怎看待即项事。当咱读圣经，咱当然对讲的是安尼，巧的是安尼。但是咱敢有想过，如果咱就是遐个咧等待的人，到底咱是讲的还是巧的？就亲像我头拄仔咧问的，到底咱话是迄个坐车进前会提早到，还是你会是拄啊好的？每一个人的看法是无共款的，但是无论安怎，圣经互咱看见讲，都是分两边。有一边的人拄啊好，就是摕遐个灯火，因就踮伫遐咧等；另外一边的人，就是摕搁几啊罐油，当因拢踮伫遐等的时阵，咱会当想象两边一定才会敢若拄啊好的人咧笑遐个加炸几啊罐油的人，恁为虾米爱遮尔辛苦啊？为虾米需要遮尔辛苦？但是时间一分一秒一直咧过，一直咧过，10个人心内底愈来愈不安哦，愈来愈不安哦，因为至少有5个人发现啥物代志，可能油会无够呢，可能油会无够呢，开始不安啊，所以开始咧烦恼讲系啊。若是真正油无够，会发生啥物代志？遐个巧的有咧备办油的，可能就踮伫边啊，不要紧啊，反正咱阁会当阁继续等落去。头拄仔我问啊，毋知咱话是倒一边？有一摆甲兄弟姊妹咧读圣经，读到即段话，因咧问一个问题，因讲牧师啊。咱毋是讲一句话足重要嘛？叫做啥物？助人为快乐之本。为虾米遐个有备办油的人卖分互遐个无油的人？对啊，毋是应该助人为快乐之本吗？踮伫讨论的过程中间，到伫上尾啊，咱发现一件代志，咱认为所有的代志是家己会当掌握的，咱就会当去。算讲我会当帮助人，还是袂当帮助人？但是踮伫生命中间有一寡物件是无法度借的，有一寡物件因为主权无在伫咱，所以咱无法度真正去帮助人。这个主权在伫上帝，时间的主权在伫上帝。
这10个人因所咧做的代志是，一边的人认为讲我会当掌握时间，所以我只要备办安尼，应该就够野。另外一边的人是，我时间并毋是我的，我只不过是受托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所爱做的代志是，我必须爱备办好势，一直听候新郎要来的时刻。耶稣透过这个譬喻咧对人讲，这个故事，这个譬喻咧讲的是，基督什么时阵会再临？基督要再临这个时间点，无人会当讲得出。毋是咱即摆要去坐火车，所以咱知影讲什么时阵就会到。这个时间无人通知，但是人的软弱就是人会认为我会当掌握一切生命的时间。咱认为咱是时间的拥有者，所以到21月，咱会开始咧做马尼多的计划，期待所有的代志会当照我家己的计划来完成。踮伫细汉的时阵，咱嘛开始会去做无共款的想法，讲囡仔读这个学校，读遐个学校，期待有一个计划，透过安尼，我所要想的代志，会当照一切。所安全、所安稳的来发生，这个思考无毋对，但是这是认为人拥有时间，人拥有一切。毋过，当所有的人拢毋知什么时阵基督才会再临的时阵，咱才会发现讲，原来时间无在伫咱的手，咱所做的是敢若会当。等待以及备办好咱所爱做的一切。毋过，咱若是有等待足久，拢还袂出现的经验，咱就会知，咱心内底会开始不安，会开始咧烦恼，会开始咧想，到底爱等到什么时啊？古早做兵拢爱徛卫兵对无？古早做兵拢爱徛卫兵。所以徛卫兵的时阵，一开始拢无问题。但是若有人甲咱拖着，咱心内底就会安怎想？有人甲咱拖着，要交接的人较晚来的时阵，咱就开始心内底会有足侪埋怨。你为虾米要牵我的时间？你为虾米要影响？我搁煞来，我搁有其他的任务爱完成。会开始踮伫遐，一切有无共款的对话。有无共款的想法，等待是困难的，备办也是困难的。圣经踮伫遮，伊不断地提醒咱，一直想要去问，什么时新郎才会到？本身可能无伤大的意义。咱必须爱问的是，咱到底是啥人？咱到底是时间的拥有者，还是？咱不过是受托来管理的，咱不过是受托来服侍的。所以当咱咧读到底基督什么时阵要再临的时阵，咱会一直咧想，到底什么时阵基督才会过来？但是问题毋是什么时基督会过来，问题是咱到底是啥人？咱敢有相信？咱是基督所拯救的囝儿，所以咱所做的回应是回应上帝拯救的恩典。重点毋是一直踮伫遐讲什么事，我就是要看迄个事。真正爱做的是，我到底是啥人？所以这10个在世女，因上界重要的任务是啥物？10个在世女上界重要的身份是。因是主人的奴仆，所以因所爱守条的使命是踮伫受交代的时刻，完成所爱备办的一切，然后听候主的时间来到。这是这10个在世女应该爱做的。所以人的问题出现伫咱一直想要控制，人一直想要控制我的时间，算我的时间。袂记你讲，咱不过是一个踮伫遮咧等待，是一个守护时间的人。
无论安怎，伫迄个暗暝，新郎就是比所有定的时间搁较晚到啊。所以10个人踮伫遐，拢拄久真忝。忽然间有一个声音走出来讲：“赶紧出来吧，新郎已经来啊，请咱来迎接伊。”10个在世女忽然间醒过来，赶紧摕因的灯。这个时阵发生什么代志啊？真正有5个人安怎油无够啊？真正有5个人油无够啊！迄个灯亮要花去啊！赶紧对边仔迄5个讲，请恁敢会当分一寡油互阮啊？啊无，因为阮的灯火已经亮要花去啊！因足紧张的，期待讲遐有备班的人，敢会当分我一寡？但是遮个巧的人讲啥物？遮个人巧的讲，惊了油无够分恁用啊！因为我哪会知影讲我即马分互恁啊？新郎若是搁晚到的时阵，啊我遮个油咧，我遮个油我嘛无够，所以到上尾也是安怎？10个人全部拢无灯火。所以因只好对这其他5个讲，上好恁家己去甲迄个卖油的人买啦。所以咱就看到讲，这5个这戆的这5个赶紧走去要买遐个油，就踮伫这个时间点，新郎出现啊！踮伫这个时间点，新郎出现，看见有5个在世女已经备办好势，所以就邀请因做伙入去，到伫婚宴。开始咧庆贺，开始咧欢喜，煞接门就拢关咧啊！当其他迄5个人大细粒赶紧撞转来的时阵，发现安怎？门拢关咧，踮伫外面，踮伫遐咧叫讲先生啊，请甲阮开门。结果这个新郎回答：我根本就毋捌恁。当基督的时间来到的时阵，咱敢备办好啊？故事听伫遮，耶稣讲，所以恁爱警醒，因为恁毋知迄个日子、迄个时间会点伫什么时才会来到。人会当做回应是回应上帝所交代，回应上帝的任务。踮伫一点一滴的过程中间，不断去累积。这个天国的譬如，其实是对24章上落尾，到第25章的30节，因咧讲3个譬如。头一组的譬如对24章45节到51节，这个譬如，大家人读起来讲是针对宗教领袖，所以遐个做宗教领袖的人，爱用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家己的责任，爱有好的备办，爱用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家己应该爱负起的责任。今仔日咱所读这段是第2组的譬如，这第2组的譬如，伊对宗教领袖进入到这10个在世女所咧表达的是咱每一个普通的人，每一个普通的人受交代，完成基督爱咱做的使命，就是。咱敢会当踮伫伊要来到的时阵，犹原有迄个灯火，继续咧听候伊，等待伊。所以这个譬如是针对每一个普通的人，咱敢有法度踮伫生命中间活出坚持到底、忍耐的疼心。这是伊所对咱讲的。最后一组的譬如进入到第24章14节到30节。因咧讨论就是5000、2000、1000，拥有无共款恩赐的人，拢爱忠实回应上帝所交代的任务，直到伫人生的上路尾。所以这3组的譬如，不断咧邀请所有的人，咱爱忠心，正做上帝的奴仆，回应伊所交代的任务。毋是对人的角度来看，乃是对上帝的角度来看。耶稣邀请这个巧的进入到伫宴舍，
意思也是耶稣邀请咱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来跟对伊，衷心活出奴仆的身份。所以，因为咱是奴仆，重点都毋是什么事啊，重点都毋是什么事才会出现，什么事才会到。因为咱是奴仆，所以咱的重点是忠心回应主人的交代，备办好咱所有的一切。伊知咱所拥有的话是甚物，这就是一个时间的守护者。这一直甲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对抗，因为人认为我会当掌握一切，我会当掌握时间，我会当控制。但是到上落尾，咱会发现，时间什么时阵会到，基督什么时阵会再临，毋是任何一个人会当按算的。所以咱所会当做不过就是忠心踮伫遮，互咱的灯火永远发出光啊！互咱的灯火踮伫迄个黑暗的暗暝，继续发出光，继续照光咱身躯边的人。昨甲青年咧对话，咱咧讨论讲，什么叫做传福音的时阵，有青年问我一个问题。有一个青年问我一个问题，讲老师，咱毋是定定咧讲，一定爱我家己爱活出好的行为，才有法度向人介绍耶稣基督，才有法度传福音吗？咱认为即句话是对还是毋对？是毋是应该爱有好的行为，活出好的见证，我才会当向人传福音？我想想，我甲因回答，即句话对也毋对。对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是忠心的奴仆，所以咱爱忠心持守所领受的任务，完成基督所交代予咱的。但是毋对出伫对，毋对出伫，咱袂记哩，咱减是因为好的行为，所以才得救嘛。咱毋是靠着咱过了偌好，咱活出好的干净，所以咱才得救的。咱的得救乃是耶稣基督，伊无任何的条件为着咱牺牲，所以咱会当得救。所以我才会讲即句话对也毋对，对敢若头前一半，讲咱是需要忠心回应主人的交代，但是并毋是因为咱无做好，所以主人就无拯救咱啊。是主人拣选咱，互咱会当成做伊的奴仆，所以重点踮伫咱是基督的奴仆，咱是基督的奴仆，咱毋是咧控制一切，咱毋是靠着咱家己的想法去掌握一切，咱是靠基督交代互咱的事。现在咱会当做这，咱会当服侍迄，咱就尽咱的气力，不断向前咧跑走。一开始，大家分享，即礼拜我去无共款的所在。伫桃园，我去到伫桃园高铁的边仔，有一群牧者，因邀请我去甲因分享，因讲，因为牧师我听你咧写遮的诗，所以会当来甲阮的牧者分享，讲你到底为虾米要写遮的诗？写遮的诗到底想要表达啥物无？去到伫遐的时阵，其实遮的牧者带互我真大的感动。因即个联名叫做大桃园区的教牧事工联名，就是踮伫大桃园地区的侪牧者因做伙组织，有无共款的中会，对新德中会、客家、泰雅尔、甲西米，无共款中会的牧者因组织做一伙。因甲我分享讲，因逐礼拜拢踮伫遮，逐礼拜踮伫无共款的教会中间咧读册。我就搁好奇啊，所以恁到底拢咧读啥物款的册？因讲因会选出一个会长，选会长了后，搁有一个教务长。这个教务长需要去选到底因煞只要读啥物款册。因就甲我分享讲，迄个册吼，有当时看起来真正足困难的。就是踮伫神学院内面咧读的迄个教科书，拢一大本这，
我就愈来愈好奇啊！逐个人为虾米愿意逐礼拜继续踮伫遮？因为每一个人拢真无闲，每一个人的服侍拢足济，但是因就是三主日踮伫遮。啊，遮个牧师就甲我分享讲，即个读册的组织已经到达10几档啊，10几档来，无共款的牧者有来伫即间教会，来到伫桃园服侍，也去到伫别个所在服侍，但是因就是逐礼拜拢组织，逐礼拜做伙读册，做伙分享，做伙祈祷，做伙关心逐个人的需要。我讲这真正无简单，要逐礼拜坚持做伙，逐礼拜读一寡足困难的册，这一点仔拢无简单。然后佫是无共款的族群，拢会当三主日做一伙。所以因带互我真大的感动嘛，互我体会到，真正重要的事是一件代志，咱受交代了后，咱敢会当坚持到底？一项事会当坚持到底，这项事就真做伟大。人拢徛伫家己的想法去看时间，去看我有偌济气力，我会当做啥物？人拢将家己想过伟大，咱必须爱承认，咱有当时所想的代志，拢是想要做伟大的代志，袂记你去想上帝所交代互咱的，只不过是微细的事。当这项事你坚持到底，这就要真做伟大。每一个礼拜来到伫教会中间，咱坚持踮伫遮敬拜，一直累积落去，这就是伟大。每一个礼拜，咱参与伫上帝所爱咱做的服侍，坚持到落尾，这也是伟大。福音对这中间开始显明出来，咱只不过是奴仆，是受交代完成伊所爱咱做的代志。咱拢将咱家己想过伟大啊！戆的甲巧的，圣经将这一切摆伫咱的面前，伊伫咧问：到底你话是倒一边？到底你话是倒一边呢？有当时咱读圣经拢真直接，我一定就是巧的吧？无，其实踮伫生活中间，咱定拢是戆的迄一边啊。也所以咱是戆的迄一边，所以咱读圣经的时阵，才会去发现，其实上帝的话一直咧提醒咱，生命是不断咧选择，伫无共款的选择中间，咱见证上帝的开力。所以我踮伫中基的博物馆看到一句话，足感动的。咱台北医生所写的，讲 By repeated choices, we form our character。透过不断的选择，咱建立家己的品格。我踮看迄句话，看足久的。咱台北医生所写落来的话，人就是踮伫不断的选择。踮伫不断的选择，但是不断的坚持到落尾的时阵，咱生命的品格受到建立，咱生命会当踮伫主的恩典中间，一步一步得到建立起来。这个品格，这个见证，会带予咱生命的祝福甲帮助。这首诗歌咱拢真熟悉，讲我的灯需要有求主常赐下。这首诗歌，咱对小朋友就咧唱。是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有求主常赐下。然后咧，是我灯发光到主作光。咱的灯火需要油，需要主赏赐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油会够野，因为咱是忠心的奴仆。咱的油已经备办好势，耶稣基督邀请咱进入到伫永远的宴席中间。
这是天国，这是咱会当彼此分享、彼此祝福的宴席。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时间守护者，滴答滴答沙漏声，数算流逝时间。爱过偌久的等待，才会当看见伊的来到。微小光芒是我手里的灯火，备办好的油，分分秒秒的烧，照光暗暝的暗静。伊来啦，一阵喧哗，有人顶里无油，有人欢喜应上前，无人袂知的时辰，害人惊醒的备办。时间守护者，守条主人的运路，掠条仆人的使命。我的灯需要油，燃亮发光入阴形。咱的灯需要油，咱的灯需要油，是主人已经赐予咱的应允。踮伫遮咧等待，踮伫遮咧备盼，已经进入到第11月，这个年真紧就要搁过。也透过进入到第落尾的时阵，咱会当搁一摆数算上帝踮伫咱生命中间，伫这一年，咱经验什么款的稳定？踮伫这一年，咱经验上帝什么特别的安排无？互咱的灯永远照光，伫每一个黑暗的暗暝，咱就是专心服侍，专心互咱的光会当点倒。美事会真做伟大，因为咱是上帝所拣选。请咱透过这首圣诗来真做咱的回应。人生得过，亲像夏天。心的过亲像夏天，日子流逝，当天来临真孤单，总是春天两比临高，地心我命，那无心可助生命，滴答滴答听沙漏声，时间流逝，但偌久已未到位，微笑是我手里灵魂。
起无名，靠西为为就为乎，难懂最是干修国家。当英文最多不应尽宿命，我一定素要高雅有点都花更加为花更高英行，当兵多家的天空，강秋民忙，行了心灵变稀康。点都会被救出更名，经济专心，随时基督会在临。请同齐来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拯救阮，互阮进入到伫你的隐形中间。你也将奴仆的使命甲身份交代互阮，爱阮踮伫这个世间，是等待，是有味，总是也是不断分享甲见证，互阮坚守踮伫所交托的使命。一点一滴的累积，互阮下顶会当不断发出光，然后这个光会当一直延续到伫永远。愿你点到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灯火，毋若是照光，也永远拢照耀。愿主赐福阮大家，当这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众请起立，做伙来吟甘心的奉献。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同齐来分享。咱的圣经学堂，咱进入到20章第1节到16节，欢迎咱会当拜3点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咱第2堂礼拜后，今仔日要召开中职会以及马尼多事工协调会，所以请咱的中职已经团契的会长做伙来参加。第2项就是后主日，咱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台湾神学院后主日找派学校的新约老师邱启荣牧师来咱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我会受派到伫台中中会中孝路教会，张建义真牧师受派到伫万荣华教会，嘛请咱同齐为着阮的行程来做伙关心甲代祷。咱12月24，咱圣诞节迄天的联合礼拜吼，咱迄天联合礼拜，咱会伫9点半开始，咱的第1堂甲第2堂礼拜合并，踮伫9点半开始。因为迄天对面拢爱办道，所以对面拢无法度停车，所以咱会迄一日咱的礼拜会对9点半开始。礼拜煞以后，咱就会踮伫对面来举行圣诞爱餐。所以若有要参与圣诞爱餐的兄弟，请2个方法，第一个请有参加团契的团契会长来登记甲购买；若无参加团契的人，会当请到伫办公室这边吼，会当咱的时间会到伫12月初站吼，请咱会记哩吼。对即马开始会当购买遮个参观，一直到伫12月初站，所以请咱会当同齐注意，有要购买圣诞爱餐的，请会当赶紧来把握遮个时间。好，过来咱台语罗马字班吼。咱每礼拜拜6早起10点半到11点半，按苏牧师甲牧师娘因的来担任咱的老师吼，所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当继续来参与。好，理财有道继续咧报名，咱会对11月19就是后主日开始要上课，所以你还未报名的兄弟姊妹有想要上理财有道的课程的，嘛会当赶紧来到你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好，台语查经班我甲石木明老师要做伙开的台语查经班会对11月21开始吼，请咱会当同齐来注意。好，今仔日咱有李瑞香牧师因来到伫咱中间做伙敬拜，请因会当起嚟咱做伙欢迎因吼。李瑞香牧师甲因先生。好，佮另外一项报告就是他拄仔踮伫101边仔迄个女厕所遐有遗失一个包包。内面有锁匙吼，所以即马这个遗失的物品放伫办公室，若是你有物件袂记你踮伫便所遐，请咱会当等下踮伫迄个办公室迄边来摕吼。好，我做以上安尼报告。咱做伙来读今仔日个本周的经句，咱做伙读2遍。所以要警醒，因为迄个是恁。马太26章13节，所以要警醒，因为迄个是恁毋知。马太25章13节，咱来做伙念过遍的诗，何乐上帝万恩源。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
照一个合照哈。